我哋要迎勝最好嘅時刻。咁各位觀眾，自己喺度高空擲物，知唔知判處監禁幾多年？就係差唔多係10年。判處監禁差唔多係10年嘅。高空擲物掟玻璃樽呢，最少要坐監差唔多10年。玻璃樽啊掟，有人掟玻璃樽啊！抌玻璃樽啊！仲要抌玻璃。幾樓啊？嗰度咯。各位觀眾，呢度有人掟玻璃樽，咁啊有人掟玻璃樽，而家犯咗法，咁啊最少監禁差唔多10年。邊度掟啊？30樓，30樓注意。30樓做咩啊？有人係啊。你幫我睇住佢先啊！有人爬出去咩？你見到佢啦？你睇到啲咩？我好驚啊！你睇到啲咩？你睇啲咩啊？睇到有人咧爬出窗外。係啊。但係我擲喺30樓，大概嗰層嘅位置。各位觀眾。最高有幾多啊？30樓最高。各位觀眾，而家咧有一個男人爬出窗外。各位觀眾，幫我注視下邊個有樓層。睇下有個男人啊，着住。啊！警察出咗嚟啦！呢個乜衫黑色褲㗎喺，應該喺廚房嘅廁所哦，我好似見到啦。邊度啊？我好似見唔到，哦，佢又爬咗入去咯。係幾個？各位觀眾，幫我留意下邊度有人係伸咗出嚟嘅。係咪交明嘅單位？廚房嗰個單位係咪啊？你喺邊度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各位觀眾，我見到啦，就係差唔多係30至到50，唔係至到15層單位咧，係最大機會嘅。但就連消防車要上門咧，爆門。有冇見到啊？有人掟玻璃樽啊！係啊，嚴肅翻啦！喂，消防員除帽好危險喎！你見到啦？落晒嚟啊！4個都係唔到，仲有幾個未落嚟？我剛剛聽到警察嘅電台話，嗰個男子爬出窗外，喺啲廚房呢啲窗呢啲位置，我覺得最大機會。哇！唔好意思啊！唔好意思啊嚇，唔好意思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要攝影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啊。當然係嗰邊嘅，因為呢邊嘅啲玻璃樽做呢邊啊嘛，啲玻璃碎係嘛？佢話玻璃碎全部都做呢地方。嗰啲男子咧，剛才爬出來廚房窗，佢咧如果捉唔到手，可能會跳樓，有機會。乖啦，我哋咧喺呢度現場直播，係啦，現場直播。剛才咧消防咧都上咗去，而家要派出5架嘅警察啦！呢度好多人喺度圍觀嘅。咁啊，剛才有名男子咧又掟咗一個嘢落嚟，你哋估係咩？呢度非常多人圍觀。各位觀眾，非常多人圍觀啊！呢邊都有人圍觀，呢邊都有啦，嗰邊又有。咁我其實已經知道單位喺邊㗎啦。各位觀眾，我放大俾你哋睇。
男子好似爬咗窗，哇！警察。好多人喺呢度。哦，見到啦，見到啦！Oh my god！ 有咁多衫睇唔到咯喎。係咯。各位觀眾，剛才有人好驚訝，呢度而家我哋超級多人圍觀。我拎住先，我買個雞，我食唔到。幫我影住先，我食個，我買先。各位請注意，各位請注意，青年樓36、30樓啲地方懷疑有人掟玻璃樽，本場最需要人，本電梯將暫停使用，各位觀眾落嚟買菜請不要落嚟，等警察封鎖完之後再嚟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。Your attention please. The rapid truck proceeds to opposition to your house. Inspect the 31 对的。要吃醋啊！看我慢关。同時話有第二度先喎。我哋要喺邊度啊？喺邊幾樓啊？啲人知就唔使快咯。我真係我第一次。我聽到人大叫啊！聽到人大叫好似，我好似聽到人。哇！消防車都到場啦 ！Oh my god！ 哇！救護車，3架救護工具，3架救護工具，4架救護工具，加埋總共有6架救護車回嚟。應該會再訂。樓頂度，樓頂係冇得上去㗎，樓頂冇得上去，所以咧唔係頂層。阿細啦，嗰個係咪人嚟㗎？邊個啊？唔係真嚟。真嚟㗎。唔係啊，天台咧唔俾人上去，天台咧有門被封住，雖然上唔到去㗎，你絕對放心，冇人上去。咁你依家咩事啫，阿細佬？有人掟玻璃樽咯。喺邊度掉啊？最除咗呢啲地方或者後邊嗰啲地方掟，好多人過去都要跑過去，驚啲人掟咗人哋。掉咗人未啊？傷到人未啊？冇傷到人，因為當時咧有人報咗警。係啊。我哋入嚟嘅時候咧，好彩咧叫啲人快啲走，差啲掟到人，好彩佢跑得快。係啊。係。哇！即刻疏散。嗰啲係咪神經病嚟嗰啲人？係咪啊？中咗精神病咧。係啊。精神病通常有機會會以前青茂村青寨樓試過有人跳樓。係啊。係啊。哇！你走啦，驚啲人掉落嚟呢度死啊！真係啊！走，但係唔會咯。走啊！係咯。好似好吧。哇！越嚟越多人啦。喺度啊！點啊睇啊！成6、7個消防士，5架直5架火警行開每張嚇。係掟一種嘢。哇！救護車入埋。掟咗隻褲啊！行開。掟咗我。騰開。哇！危險呢仲封鎖，再封鎖一條線。嗱，咁樣係最安全嘅。嗱，封鎖垃圾桶。
各位請注意，各位請注意，懷疑有人掟玻璃樽相信。Your attention, please. 哇！救護車派嚟啦！放唔下。30樓，最少30樓，最少30樓。救護車！各位觀眾，得返啦！唔跳㗎！如果跳嘅話，就係清河村嘅第2次跳樓事件㗎。最少30層。嗱，如果我經過方向，佢呢個嘢跌落嚟咧，我覺得最少喺呢啲範圍，就係嗰個精神病嗰個人嘅單位。嗰個人咧，通常掉嘢啲人係中咗精神病。係真咩啊？精神病會殺人，掟啲玻璃樽，以掟玻璃樽嘅方式嚟殺人。佢係亂咁殺，冇仇恨都殺。如果掟到呢度就會死㗎，因為呢個心臟位置。有人大叫，有人掟咗落嚟嚇，騰後，好似有人掟落嚟。唔該聲喎。嗰場砰一聲。加油！警察，一定可以嘅。細佬，你影到啊？影唔影到啊？影唔到，放大先可以影到。你睇得咁高，我以為你影到啊30層。嗱，經過佢掟咗個方向，最少喺呢啲位置先係咯。呢啲位置，邊啲位置？啊，呢啲位置啊，好雞。時光又係。警報響起，危險！警報響起。哇！真係撲街啊！真係。其實犯法一經定罪啊，判監禁10年嘅話俾你聽。哇！咁恐怖。係啊。真定假？係真㗎，網上查過話監禁10年罪，甚至100年終身監禁。100年咁咪短兩年咯，知唔知終身監禁咩意思？真係以後都唔出嚟㗎，養老長大。哇！嗰度咁多人，警察都要影埋喎，唔該。之後我會發上 Channel C 啊，你都發下咯。最主發到嘅時候好似新聞，有人掟玻璃樽，殺人嘅方式嚟掟玻璃樽。有人掟玻璃樽，30樓。呢啲位置啊！手冇伸出嚟，爆你手爆埋。近少少，因為佢掟嘢過嚟，會掟到呢個位置，有可能玻璃樽，你哋騰後。警察封鎖線唔可以通過，係啦。而家哇！要封咗3條線，Oh my god！而家嗰個受傷人而家去咗邊度？冇受傷人。因為剛才有人即時報警咗，嗰個掉玻璃樽嗰個人咧，其實係真中咗精神病要殺人。我想問，佢係掉玻璃樽加跳樓啊嘛？唔係邊度？嗱，邊個會跳樓先？因為如果佢槍蓋係鎖住嘅話，開唔到嘅，佢係跳唔到樓嘅。可以爬天台跳。唔係，即係佢係精神。嗱，你聽我一句，其實天台咧上唔到去，天台咧係俾人鬆鎖住咗，只可以啲保安先可以上到去，所以咧暫時通唔到。精神病嘅人喺度掉緊樽落嚟，然後而家警察捉緊佢。係啊，我剛才網上查咗，掟玻璃樽啲人都係殺人犯嚟嘅。知唔知殺人犯殺咗1個人，仲要監禁20年，再殺3個人，仲要監禁100年，殺咗100人，仲要終身監禁。咩啊？3個100已經終身監禁啦。
差唔多。差唔多而家係中心監禁，中心監禁就出唔到嚟啦，一直都喺廁所啦，就係你個屋企咯。翻去瞓覺啊！係咯，最少翻去瞓覺。體驗人生體驗唔錯。個窗喐咗，我懷疑嗰個單位。唔一定嘅，可能啲窗都未閂窗啫。加油警察，可以嘅。加油警察！太恐怖！太警察啊！太太離譜啊！好離譜啊！係啊，第一次發生㗎。我第一次發生。我收拾到，我收拾到。行呢度過去，但係要跑，因為嗰度。收拾，加油警察，一定可以捉個殺人犯。係啊，我同你講。上面有人掟玻璃樽啊！係啊，就係殺人啊！哦。睇。好彩有人即時報警，冇人受傷。有人即時報警咗。哦，掟玻璃樽啊！係啊，就係殺人嘅方式，嗰個人得個精神病。而家上去拉佢啊！係啊，拉佢去坐監10年啊！又唔係10年嘅，有精神病院9年。係啊，精神病院都10年。入咗精神病院之後再監禁。喂，佢會唔會突然間嗰個警察入咗去之後，精神病用把刀斬咗佢？你睇啲差人都戴晒帽啊，着晒啲嘢㗎啦。你睇啊，嗰個青仲樓嗰個門都俾封咗啊！係咯。牛逼！係咪？哇，咁多人！警察加油！警察加油！